好啦，咁多位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講足趣聞。今日係25年嘅6月7號啦。好啦，時隔3個月，呢個 channel 終於再出片啦。我喺呢3個月嘅期間，我都諗過，仲應唔應該再拍呢？應唔應該再錄呢？咁但係我選擇繼續錄啦，因為我都想繼續錄嘅。其實好，咁今日廢話唔多說啦。咁見到呢，我哋今日嘅講足趣聞嘅封面上面呢，有反 Westwood 啦。6月10號啟德場對印度啦，同埋簡亞諾唔簡亞諾呢一樣嘢呢，都係同今日我哋嘅主題好有關係嘅。上面啲詞語全部都係 keywords 嚟嘅今日嘅。好啦，第一點啦，點解呢會有位球迷舉住反 Westwood， 舉住 Westwood out 字眼嘅圍巾呢？咁事緣呢，就同簡亞諾唔簡亞諾呢單嘢好大關係嘅。咁樣呢就係啦，咁香港隊呢。咁當咧香港隊現任主教練韋斯活公佈最新一期嘅大港腳名單嘅時候咧，竟然就選咗曾經都未為香港隊上陣過嘅洛迪古斯，而唔揀香港華啲，即係華人神射手劉智樂喎。咁呢件事絕對激起民憤啦，成個香港隊嘅球迷就咁樣嬲韋斯活咯。咁之後啦，韋斯活就開咗記者會啦。咁然後咧，韋斯活就講到啦，就話咁以前嘅教練其實都冇揾過佢嚟代表香港隊上陣啦，係咪先？咁我又有啲咩義務要揀佢啊？咁樣咧就更加辣興咗香港隊球迷咯。就香港隊更加進一步，香港球迷更加進一步去反 Westwood， 即係反韋斯活啦。咁其實呢件事呢，霍啟山先生即係香港足球總會主席霍啟山先生，亦都有出嚟講到呢件事，就話啦，其實韋斯活即係主教練呢，可以多聽從一下球迷嘅意見嘅。講真，嗱呢點我絕對認同啦。咁其實我呢，就唔係話真係反 Westwood 嘅，咁絕對啦。咁作為一個球迷，我哋都會尊重翻教練嘅選擇。咁但係呢件事呢，我就真係覺得少少唔合理嘅，即係唔係話揀洛迪古斯係啱與錯啦，每個人都會認為啱同埋錯又唔同嘅其實。咁但係我就稍微認為就揀洛迪古斯有少少怪怪地，即係如果我哋話揀翻劉智樂嘅話，就會正常翻啲咯。其實好啦，咁然後第二樣嘢啦，就係大家萬眾期待嘅啟德場啦。咁啟德新場館呢，咁就會喺6月10號香港隊就會對戰印度呢場比賽，係一場亞洲杯嘅外圍賽嘅嚟嘅，咁就可以決定到啦。咁即係可以睇到咁香港隊可唔可以參加到下一屆嘅亞洲杯決賽周啦。咁樣咧，聽講就話啦，咁啟德新場館大家都知可以坐5萬人啦，聽講話已經賣咗45000張飛咯。睇嚟香港球迷都有望可以坐爆啟德場啦。好啦，咁今集嘅講足趣聞呢，就嚟到呢度啦。下一集我哋將會講下東亞杯嘅賽事嘅。好，咁我哋今集嚟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